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我係邦叔 Uncle Bong，卡加地嘅地產經紀。大家見到咁靚櫻花咧，都估到我嚟咗溫哥華啦。每年4月咧，溫哥華咧都有一個櫻花季嘅。我哋今日嚟睇下啲幾靚嘅櫻花。今次嚟溫哥華咧，除咗睇櫻花之外咧，仲有重要任務就探訪客人。佢準備由溫哥華搬到卡加利退休。我做咗經紀20幾年，處理過好多搬埠嘅客人，但係由溫哥華搬到嚟卡加利退休嘅，佢都係第一個啦。粵語嘅影視 YouTube 頻道需要你嘅支持，記得訂閱、like 同埋 share。根據加拿大 The Social Policy Change Study 今年1月份訪問咗1000位65歲以上嘅退休人士，佢哋擁有自己嘅物業，冇貸款，但面對每年不斷增加嘅房屋維修開支同養屋嘅沉沒成本，再加上通脹壓力下嘅生活成本，結果有16.6% 嘅受訪者計劃賣樓套現去減低生活壓力。唔怪得最近多咗好多人查詢搬嚟卡加利退休啦。佢嘅共同點都係90年代從香港移民到加拿大，本來係落地生根，點知最後係落葉歸根。子女後嚟咧都回流翻香港，留翻2樓同埋一間整極都整唔完嘅舊屋。經濟學上有一個好重要嘅理論，叫做沉沒成本，意思係已經損失咗嘅成本，其實唔應該影響你之後嘅決定。簡單講就係唔好將之前輸咗嘅錢計埋落下一步。無論邊一個時代，數據都係最冷酷嘅。20年前，溫哥華獨立屋嘅 benchmark price 係65萬，到咗2026年係185萬，足足升咗6倍。如果再早啲買，可能仲唔止呢個數。就算而家話樓市好差，打個7折都係好大嚿錢嚟嘅。House edge 即係莊家優勢，賭場其實唔怕你贏錢，最怕係你將贏翻嚟嘅錢攞去第二間賭場輸晒。所以賭場最大嘅敵人唔係贏家，而係識得收手嘅贏家。一定有人話 downsize 都可以套現啦，使乜搬埠咁大陣仗啊？Downsize 確實可以套現，但通常冇搬去第二個地方咁多，因為你只係用時間換空間。如果想賺盡兩地樓價上落嘅差價，就要靠跨地區操作。亦有人話租屋都得啫，唔一定要買嘅，都係嘅。咁就底下你有幾長命啦？以而家加拿大平均壽命80歲計，如果你65歲開始租樓，每個月1500蚊，就算唔加租，15年都要27萬，其實已經接近買一間公寓嘅價錢。租金交咗就冇，但物業仲可以保值。每個準備由溫哥華搬嚟卡加利客人，我一定先問佢哋頂唔頂得順卡加利嘅冬天先。佢答得好爽，根本就冇打算頂。原來佢卡加利買樓，只係當作下工。冬天呢，就翻去大灣區住，總之喺加拿大住足183日，攞晒加拿大福利，然後翻香港揦埋啲醫療券、樂悠卡，再上大灣區慢慢嘆。總之食晒咁多家茶禮，其實加拿大白人一早就有 snowbird， 一到冬天就飛去 Florida 避寒。羊食草越食越肥，狼食肉越食越瘦。搬去邊唔係為咗慳錢，係為咗唔使慳。處理完文件呢，佢突然間問一句：邦叔，你卡加利咧住咗30年，一定好中意啲城市啊！一時間一言難盡，同無話可說。同時間出現，我反問翻佢：你都做咗20幾年公務員啦，咁你係咪好中意加拿大政府啊？嗱，今集咧先到講呢度。如果大家咧想嚟溫哥華睇櫻花，就要快啲啦，因為呢個花期好短。不過5月份咧仲會有一個鬱金香節，如果大家有興趣，約埋我哋賞花。如果你哋對今集精打細算有咩個人意見，或者你都會計劃搬嚟卡加利退休，歡迎聯絡我或者下面留言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